平安，呢度係現在就是拯救今日福音速遞。你大概都經歷過呢種時刻，身體明明已經透支，大腦卻好似一部失控嘅摩打咁，喺深夜入面瘋狂空轉。你躺喺黑暗之中，心入面卻喺度自動運算住聽日嘅行程，焦慮住嗰啲仲未處理嘅難題。呢種心累到呼吸唔到嘅感覺，令生活原本嘅色彩顯得蒼白無力。現代社會嘅節奏要求我哋維持恒定嘅前進速度，將產值同個人嘅價值直接掛鈎。喺呢種推力之下，停落嚟唔再係一種選擇，而係一種罪惡。當你嘅價值完全取決於下一件事做得好唔好，你嘅靈魂就會陷入一種長期嘅赤字。呢種疲乏源於必須滿足人哋嘅期待，以及永無止境嘅自我要求。周末嘅補眠或者短暫嘅旅行，往往只能修復肌肉嘅酸痛，卻掂唔到呢種深層嘅枯竭。因為一旦假期結束，你依然要返到嗰個需要不斷證明自己嘅審判台前。如果疲累嘅根源係必須靠自己撐起一切嘅重擔，咁單靠休息係無解嘅。你需要的係一種從外部進入你生命嘅救援，令呢場無休止嘅賽跑從核心處停落嚟。耶穌基督喺2000年前行入人類嘅勞碌之中，佢睇見咗我哋嘅掙扎，並提供咗一個令靈魂脫離奴役嘅方案。佢喺聖經入面發出邀請，凡勞苦擔重擔的人，可以到我這裏來，我就使你們得安息。呢份安息係一份確定嘅安全感，佢發生喺耶穌嘅懷抱入面，係一個令你可以放低防備，唔再需要武裝自己嘅避風港。進入呢個位置嘅關鍵，在於承認自己嘅極限。當你發現自己再都剛唔喐手上嘅生活，呢種承認軟弱嘅時刻，正正係神聖恩典接手嘅起點。當人嘅意志行到盡頭，上帝嘅工作先真正開始。呢份救拔唔係要你逃避現實，而係要你喺現實之中擁有一份唔再動搖嘅支撐。試下想象，呢係一場重量嘅交換，你膊頭原本背住沉重嘅，入面裝滿咗恐懼、對失敗嘅焦慮，以及必須表現完美嘅強迫感。耶穌攞走咗呢份令你窒息嘅重量，將佢嗰份輕省嘅放喺你膊頭。呢個唔代表你聽日就唔需要工作，唔需要照顧家庭，你嘅行程表可能依然擁擠，但你嘅內核已經改變。事情本身無消失，但嗰種做得唔好就會毀滅嘅恐懼消失咗。當重擔同焦慮被移走，你依然喺度工作，心卻係自由嘅。呢種安息嘅根源係知道自己係被保護、被接納嘅。有咗呢份底氣，你就能夠喺忙碌之中維持靈魂嘅平靜，唔再輕易被生活嘅瑣事耗盡。呢種屬天嘅平安係可以落實到今日嘅。我哋而家就進行呢場心靈嘅赦重。請準備一張紙，寫低而家最令你焦慮嘅3件事，將呢啲模糊嘅重擔跡象化，睇清佢哋嘅樣。接着合埋眼，喺心入面將呢張紙遞俾耶穌，睇住佢嗰雙帶住釘痕嘅手，穩穩咁接過呢啲難題。佢話俾你聽，呢件事我嚟剛感受嗰份重量嘅減輕。而家請帶住呢份自由去做一件簡單純粹嘅小事，去散個步，或者靜靜飲杯茶，喺唔被憂慮攪震嘅當下，享受呢份被賜予嘅自由。呢套練習可以幫助你體會真正嘅平安，源於嗰位與你同行、替你分擔重擔嘅救主。佢嘅靈比起你嘅問題更加真實。你累壞咗嗎？你係咪渴望一份連風浪都吹唔散嘅平安？呢個係你停低腳步嘅機會，放低你嘅防禦，等呢位愛你嘅主為你嘅靈魂提供一個永久嘅居所。請跟我一齊做呢個禱告。主耶穌，我承認我攰啦，我將呢3件事交俾你，我領受你俾我嘅安息。我選擇今日唔再為此煩擾。多謝你救咗我。阿門。安息嘅種子已經落喺你嘅心入面。從今日起，你唔再需要獨自扛起全世界，因為有一位比世界更大嘅主正牽住你嘅手。如果你剛才禱告咗，請喺評論區寫低，主使我得安息。